2017年有普選係啊，冇提名權都袋住先啦。袋住先啦。講得好，我真係好佩服大家有咁嘅諗法，不愧係和理非非之城，係咁就即係乜嘢都搞掂晒啦。小芬跟住嘅嘢你搞掂埋噶啦，係咁先。你就咁就走咗去？得噶啦。不過，但係啲村民唔係咁諗咧，係咪啊咁多位？冇錯，普選真定假話知佢啊，最緊要有錢揾，係嘛？係咯，睇下你哋而家面上邊咁滿足嘅表情，直頭好似去完蛇齋餅糭勵志團翻嚟喺旅遊巴上面嘅表情咁樣。小芬，你好好記住啦，呢個城市根深蒂固討厭政治嘅文化，人類被長期飼養嘅話，就好似呢啲人咁樣變成豬一樣，天生唔用腦嘅生物。咩話？你話我哋係豬？梗係講你哋啦，天才，咁都 feel 唔到我講緊你哋，真心羨慕你哋連俾人侮辱完都唔知，就埋咗喺墳墓下邊，真係幸福嘅人生。你咁講太過分啦！真係唔好意思啊，我呢世人最憎一樣嘢，就好似你哋呢啲無知嘅懵餅啊！喂，律師仔，你撩交嗌啊？以為打條靚太就好巴閉啊？咪係。你識唔識乜嘢叫做尊敬長輩㗎？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啊！食鹽多過我食米，但係你哋到而家仲未知咩環境喎，我係好心先話俾你哋聽究竟發生咩事㗎咋，仲啤到咁行。你哋係心甘情願俾政府愚弄嘅人，所以我叫你哋做懵餅。為咗高官權貴所謂嘅穩定繁榮，連自己同下一代嘅權利都出賣埋，話俾一人一票你哋係落搭，再俾啲罐頭餅乾你哋係收晒聲，所以話你哋係寄生喺賣港政府嘅愚昧無知港豬就一啲都冇錯。請你唔好再講落去啦！你只係嗰啲搞亂香港嘅散快青年。係咁，你對我哋有啲咩不滿啊？從前嘅香港有水深廣闊嘅海港，新界仲有農田，由小小嘅一個漁港慢慢變成華洋雜處、世界聞名嘅城市。以此為榮嘅人，唔知由幾時開始，將香港呢一個地方稱之為東方之珠。開埠後，香港開始繁榮，由漁港變做城港雙轉口港，仲發展咗本地工業、紡織、塑膠、鐘錶、電子。但係因為大陸開放，工業開始衰退，到金融地產興起，好多人揾到錢之後就無心發展本地實業，變得依賴金融地產，淨係靠炒賣投機揾快錢。到咗89年6·4，個個驚到要移民，説好的高度自治已經再冇人嚟。到1997，都冇得就被回歸。仲起埋呢啲咁嘅門常開，完全冇意義，但係懶有 taste 嘅建築物，明明係門常關，仲起埋圍牆，真係善用公帑嘅啫。拋棄咗民意、法治、廉潔、國際標準，變咗中港共融、保繁榮，咩新香港人啊、自由行啊、內交啊、鄉鎮啊，仲有佢哋嘅食物，佢哋自己都唔敢食。東江水又貴又污糟，啲樓又俾啲土豪炒貴晒，就連供應全港蔬菜嘅新界東北都拆埋，邊境變咗豪宅同水貨商業城。但係只要俾少少 jack 數你哋就會即時覺得有誠意、有和諧，真係真係冇得頂啊！跟住就會諗土地同食水都冇問題啦，冇奶粉、冇學位、冇床位都冇問題啦。小圈子特首繼續孤傳大陸，肯定唔會再有問題啦啩？因為你哋有一人一票袋住先。停啊！先得啦，律師，快啲拉開佢啦！冇事啊！冇事。快仔，你死啊！你唔使理佢噏乜㗎。冇錯係啊！你頭先講嘅嘢點可以咁過分㗎？我哋村民唔係咁諗㗎。你呢種人又邊有可能會明白我哋嘅痛苦啊？雖然我哋知道你所講嘅一切問題都係事實嚟啊，但就算我哋唔情願都只可以接受。咁係因為我哋根本就冇能力去反抗，只係可以忍氣吞聲。點解？點解？明明知道自己俾人當做老襯，係咁，點解仲要逼自己去接受啊？我哋年紀都咁大咯，年紀大咁咪點樣啊？唔通你叫我80幾歲仲走去佔中咩？80幾歲咁咪點啊？所以就希望人哋可憐，所以就希望人哋安慰，所以人哋對你哋好少少就好開心啦，係嘛？唔通你哋唔會覺得對唔住祖先，唔會覺得對唔住你哋嘅子孫嘅咩？你哋仲好意思話袋住先？明明講好咗話有提名權、參選權、投票權，咁樣先叫做普選。但係你哋個個都唔係咁樣諗，點解唔出盡全力爭取到底呢？有錢嘅想揾救就移民，走唔到嘅就扮晒穩定繁榮咁樣生活落去。但係如果你想獲得真正嘅人生自由，就一定要面對好多人唔願意面對嘅政治，一定要帶住就算受傷都要抗爭嘅準備。自由嘅代價就需要我哋嘅付出。佔中唔係全部，但係佔中所爭取嘅普選就係你哋向賣港政府反擊，見識到你哋係有骨氣嘅方法，係攞翻被剝奪嘅普選權利同尊嚴最適合嘅代價。除此之外就乜都唔係，我哋唔係破壞香港繁榮。你以前係入境處職員，千萬個單程證嚟香港，你冇權過問，放火燒死你同事嘅施君龍，而家用單程證喺度定居。
你以前係皇家香港警察，而家周街都係愛港力，青關會立刀片搞事都可以完全冇事。警察淪落到為佢哋遊行開路，淪落到要李思嫣同土共出嚟撐警察。6·7暴動害死你同袍嘅陽光，我大致敬勳章啊！更加估唔到嘅就係，連廉政專員都送茅台，公費遊埠，行會成員逃稅賣樓，跟住仲有高官破產囤地僭建，電視發牌黑箱作業，數以億計嘅公帑利益輸送，超支爛尾高鐵，新界東北強搶地，洗腦國民教育。問責高官冇人問責，係因為立法會有零票當選特權功能組別包庇。我年年7·1遊行要求雙補選，幾時先有？曾經期待你哋會行出嚟爭取，我真係非常愚蠢。只不過第時你哋身受其害嗰陣，就唔好要我哋行出嚟幫你哋呢班和理非非嘅港豬，你哋就袋住1人1票假普選，走向人生嘅盡頭啦。既然係咁，以後都唔好再見。